来，先来看一下。哦，即只就是三用的电动车。最近有听咧讲，奇怪啊！我买只三用的电动车，啊，讲要来换一个机仔油，啊，毋知影买去地换。有人伫遐杀无？今仔日我着来甲即个问题解开。来，咱大部分的话，大部分的机仔油拢是伫后壁，就是即个部分。啊，你拢会去找车嘛？啊，莫讲你讲我嘛讲，我嘛是找车。其实伊的机仔油毋是遮。来，今仔破解一下。来，目睭白乌金，骹尾散乌仔，机仔油藏伫遮。来，要拆机仔油，爱先穿螺丝。即个螺丝是8号的。啊，恁兜若无这，你会当去买这，这较俗。这买这用了，等讨讲嘛无要紧，毋通啊讨者。我是爱用这啦，来注意看，一粒拍开。恁所其他的机仔油，就是螺丝伫遮，遮有2粒螺丝。顶悬即粒，叫做注油口，就是咧入油的；下骹即粒叫做泄油口，即粒咧漏油的。要漏油进前，你要准备这，这叫做汤啊，这叫做盘。国语叫做盘子，这叫做盘。来，咱先甲盘放在下底。即个螺丝，一般来讲，机车来讲的话，咱漏油螺丝大概拢用10号的左右。所以即个时阵，即支会无拄好，才有一个10号的。咱着先甲螺丝拆掉。对呢，真正有油呢，无甲你骗吼，在漏。像迄无啥甘愿对毋对？无要紧，无啥甘愿，教你一招，顶悬即粒先纸甲拔起来，互伊透一粒空气来。安尼伊就欢喜啊。好，慢慢等，慢慢滴，其实嘛无偌济啦。安尼油色是水也会歹。以机仔油来讲的话，无，佫会用浸，佫无算介好。要安怎分？啊，你会大概看伊色滴啊。基本上机仔油来讲的话，以前是加工的技术，你若早期的加工技术无遐尔好的时阵，通常机仔油会较乌。较好就是你的机仔油加，迄个个机仔油摇合无够好的话，伊的那摩擦力会增加。啊，你的摩擦，你迄个系数加悬的话，伊会发热你的油会较变乌。啊，以这样是加工的技术来讲，的精密度来讲的话，伊的已经对气轮来讲，伊的摩擦已经无遐尔大，所以基本上机仔油你要爱伊变甲足乌的机会，基本上是看无啥除了瑕疵品。过来就是有当时啊，机仔油伊内底。你若看到白色的，那牛年的，迄表示内底有走水油，就是你对一部分的走水油起啊上，伊才会变白雾。所以大部分机仔油，你若看伊佫有小可即仔透明感的话，基本上拢会使啊。你若欢喜就甲换，无欢喜你莫甲换嘛，无要紧啊，拢会使一。所以即仔的色算无换会使。嘛是你若无爱换嘛是会使，嘛会当用。动一站啊。对哦，伊嘛是袂歹啦。你来做伙就是看对油来讲的话，你是认为油无好要换，还是认为油影响机械无好要换？这有两个论点。有的人这车骑10几档骑啊歹，嘛无咧换机仔油。所以你讲机仔油一定爱换吗？不见得。可是你以油来讲，油叫做无好啊，毋过伊敢一定无适合机械用，无一定。所以这就咱解释讲，为虾米人透死着人，这车120档，伊根本就袂记换机仔油，为虾米车开袂歹？你讲机仔油一定爱换，安尼即个就讲白贼啦嘛。
哦，所以机仔油，我个人认为啦，见仁见智啦。你若欢喜，你送你就甲换嘛，啊袂送你就莫甲换。只要伊个机仔油若是像安尼，基本上伊个，嘿，基本上，你看，伊个油佫有点透明度有无？而且，伊嘛是佫叫做油，还好。毋过，机仔油会当安尼，机仔油会当安尼讲哦。你若是机车的机油，就无建议你用即种想法啦哦。因为毕竟你像迄个机车引擎，伊个活塞伫内底运转，迄1分钟是几千，就磨几千遍，算几千遍，算万遍，算几千遍的。啊，这1分钟，可能大概是几百遍安尼啊。所以两种磨损的程度伊是无共款，这袂使，你袂使讲啊机仔油无换，要紧乌油嘛无换，车歹你是茫催我是甲拢齿轮油、起仔油哦。好了解来，先来讲一个，啊，即只迄个三洋15的，即只电动车伊的起仔油要用偌济？来，公司有甲你讲，叫做0.10L。国小有加，这叫做100cc 啦。啊，敢一定要加100cc？这个共款迄个问题。其实接近100cc 就会使啊。你啊90嘛会使，100嘛会使，毋免一定爱卡伫100cc。你若一直卡100cc 的话，你会真艰苦，因为机仔油100cc 的机仔油无好买啦。除了你家己买迄尔哦，你也要遐骨力，我就佩服你。基本上还好。来。要加油入进前，即粒一定要先锁咧。即粒若无锁安那？油要安看，伊较漏了有清气无？嘿啊，你着涂骹摆互车，家己踩互平，啊滴甲伊若袂滴，就好啊。嘿，你也无需要搁伊甲淹啥物货，迄拢无需要，因为你伫下底油，迄嘛2-3滴尔。嘿，所以剩遐油其实无啥差，赶紧诶人咧10外档，无换就无要紧啊，哪有差甲你2-3滴？啊，你若真正遐尼介意的话，无你就较接换的，安尼嘛是共款无代志。来，咱先甲即个螺丝锁起哩。有啊，有差啦。有啊，有差，嘛是有差，袂当讲无差。来，螺丝锁起。即种蓝米粒的牙，10号螺丝，蓝米粒的牙，即种螺丝袂使出伤大力。哦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伤大力会绑伊。绑牙对，来，所以你只要用手转，大概转甲入去，手小可转了按，你大概搁锁一个，大概1/4，安尼就好啊。来，重点搁讲一遍无？来，锁一个绑牙好笑啊。来，咱先用手，咱先用手。先用咱的手刀，甲咱的螺丝转落搭，先甲转落搭，转落搭，转甲手大概转袂落倒，来，加丝头仔举起来，大概1/4圈，换大概1/4圈，你啊看像即个螺丝。即螺丝伊的程度话，你根免转到1/4圈伊就按啦，毋是一定转到1/4圈，只要你按就好啊，加大1/4圈就会使一啦。你也像即个螺丝，伊即个螺丝伊的套钱，基本上伊无改位，所以你大概锁甲像伊嘛无到1/4圈，伊就已经按啦。所以毋是讲1/4圈你就一定转到1/4圈哦，只是你毋免讲硬转，你甲转到啥物程度，只要你感觉有按就会使啊，基本上。伊这是甲空踢掉咧，伊毋是要甲两个物件夹做伙。你若是两个物件要夹做伙，你就是爱锁甲足按，因为伊会当时啊震动啥物货。伊这是咧甲空踢掉尔，所以只要有缩掉的就会使啦，毋是一定讲爱。当然，恁兜若啥物量力扳手有诶话，你当去查原厂诶量力值是偌济。啊，基本上咱一般是毋免做甲到迄个程度，你只要螺丝手举按锁咧完就好。啊！你也发现你的螺丝一直锁袂按的话，恭喜无牙去啊！来，今仔日准备的即罐汽轮油，伊是120cc 的，
啊，124cc 的话，理论上来讲伤济嘛，无管，咱先甲伊加起哩。大部分的话，伊的注油口，加写写。嘿，加你若甲即个空加回珠珠，咱若安尼拄入去，伊就芳人滴出来嘛。你若加平平拄入去，内底若拄着啥物件塌掉，你就注袂入去啊。所以甲伊加回珠珠，要加回珠珠，然后拄着了边仔有芳会当走出来嘛，油就会走出来。啊，你若加济了拄着，就走袂出来啊。你就定下煮较大粒罐、细粒罐，所以加珠珠的话有即个好处。有啊，装里有可能会拄着起轮。嘿，拄着起轮，拄着内底啥物物件无一定，所以你若平平的话，伊就塌掉呀。你若加珠珠，伊拄着了，伊会当继续流。所以一般是拢甲伊加回珠珠。即个注油库为虾米毋爱做两只？为虾米毋爱做两只？为虾米毋爱做两只？通常注油库伊设计伫遮的话，拢有一个好处。遮叫做你若准油加起来了话，基本上来到遮叫做标准油位。哦，所以咱将是即罐的容量是120cc，120cc 的油基本上较好买着。咱将是甲油加入去，像一起锅共款对下骹一直积。甲积互大把紧，反正这也袂当留我来炒菜，留我也无路用。来舀出来，煎蛋3分钟。你有发现一个啥物代志？为什么伊会走出来？当甲伊流甲袂流的时阵，基本上伊遮就有一个标准油位就伫遮。所以即个空设计踮遮，你如果你今仔甲加150加200的话，伤甜就搬出来嘛。所以基本上你会当互，你若毋知影你的油要加偌济的话，这是一个介基本的测量方式，就是你甲加入了，互伊滴敢若袂滴的话，伊内底油量大概就有够啊。啊，加去20cc 敢有差？迄基本上是无差的，因为20cc 的话，伫迄个齿轮箱内底的话，伊的油位高度嘛加无偌济。机仔油你千万毋通甲伊加甜就好啊。所以你互伊安尼滴一个了，滴敢若袂滴的话，大概就 OK 啊。啊，你若有法度，你若准有法度去找着100cc 的，你嘛会当加100cc 的嘛是会使。所以起轮油的话，伊内底无啥物较复杂的物件，伊就是起轮尔。理论上话，起轮内底如果若有油，互伊润滑，基本上袂出啥物大毛病啦。有会出毛病，就叫你歹运。无啥会滴啊。无啥会滴，哎哦，还佫咧滴。咱咧着用布拉头前切起来，伊看伊会滴出来。伊若大概较无助力的较迄个。也袂了，还佫咧滴，所以表示内底油量还佫比正常较悬。你若无赶，等小看。哟，你若无赶时间，即个时阵咧先去食一个便当，等下较来说。啊，你会想我咧赶时间要来放药，紧甲扫的。来，扫顶管。扫顶管即个螺丝，撳下骹即个螺丝，共款意思，手甲伊抓落搭，共款，大概1/4圈左右。你看人的公差做了真正赞的，无到1/4就按啦。大概安尼，大概安尼，原底是平到安尼就已经扫完了，所以基本上也无到1/4，家己1/4圈安尼就拢已经有够按啦。好来，油换了，对不对？这爱继续去扫，你毋通摕去煮菜哦。来，甲这物件切了好势。伫遮有发现一支物件，即个卸油库下骹有一孔基本上应该是齿轮箱的泄气库、透气孔，因为齿轮箱有当时伊内底，咱迄个齿轮在运转的时阵，加减嘛会有热，只是以即种物件来讲话，伊可能内底温度较无机车遐尼悬。毋过你热胀冷缩了，伊的空气若膨胀起来了，你爱互遐空气对即个迄个泄气库出来，
通气口，应该叫通气口，通气口走出来。如果伊若无设计这个通气口话，有可能内底压力变大了，应该内底嘛有油封啦，油封有可能会憋去，会开你个漏油。吼，所以即空爱注意，如果有机会话，你马上甲通看内底有通无。即空会伫迄个个泄油口的下骹遮，才有一个物件，即个要注意。那尽可能话，即空毋通去会塌的。齿轮箱基本上无。嘿，甲拉，嘿，啊是安怎甲拉，那塌伫遮啦，阮捌发现迄，遮，吼遮，啊你摕一较油的物件来装，阮捌发现有小蜜蜂来这个做寿的，毋捌你捌当过无？有蜂伫遮做寿，所以甲即工规个塌掉咧，造成迄个齿轮箱的油封单憋开的，阮是捌发现即个问题，所以这样注意者。无正常来讲，这塌的较无遐迄落。透气孔有当时啊，有一寡蜂啊，啥物货来夹土塌伫遮，这是阮捌当过实际经验。所以你会当来检查举一支尖长的物件，上好是软的，莫摕硬的，较软的物件。像这是塑大的尾仔去摘。你家试看有通无？吼，安尼有通，安尼就是表示即节伊是无塌的。吼，以上来，鱼仔油，安尼就换好啊。同款，咱来甲即个物件，安那来就安那转，来锁好转。好，三洋以有的电动车换鱼仔油到这结束。